際公開組標準龍嘅金杯賽，又係1至4號線咧，都係來自國際賽嘅頭4名嘅分子。咁啊，而線到第8線就係我哋本地賽嘅公開錦標賽嘅頭4名啦，又可以俾大家可以睇下欣賞下呢啲世界級嘅龍舟隊嘅實力啊！咁啊，當然係講緊咧就係2號線啊，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嘅9個龍舟隊，今次咧就係男隊，但係咧今屆可以話最令人喜出望外就係第一次嚟到參加組隊參加國際賽事，4號線嘅東莞麻涌龍舟隊咧，可以話喺600米咧完全係稱霸啊！咁啊，到而家咧喺第4線咧，東莞麻涌龍舟隊仍然咧都係帶咗頭出嚟嘅。另外咧有一個可以話係後起上嚟咧十分之厲害啊！佢個後上能力相當高嘅3號線嘅 Trent Thailand 泰國嚟嘅泰國龍啊！咁啊，之前都諗住佢喺中段咧就俾人拋開咗，臨尾咧我記得喺上一場賽事咧又係明追到上第2名嘅。我見到第4線嘅東莞